台湾的薪水谈唔到经济成长，20年来薪水早得讲都冇起。有就向观众表示，佢哋当销就将日万元的水台养出所动力。亚基做事，大部分均靠2个到22K，相对很难出问题呢。 我是来自台湾大学声音电子所的博士生任恩，在2014呢成立了麦鼎科技这家公司。我们这家公司呢是成员都是来自台湾大学的硕博士生，因此有着很强的研发能力。因为我们的背景专长是生医资讯的处理，再加上因为我们成员呢蛮多人很喜欢玩时下最夯的密室逃脱实境游戏，这2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也许是新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市场，然后也可以带来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商业模式这样。因为这是算是一个游戏，那其实它在6日的时候或是假期的时候，其实是蛮多人来体验的。那但是他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平日的白天来客数不是这么的多，因此我们就想说，我们如何能够在白天能够吸引大量的人来做体验呢？所以我设立了一个目标，就是说希望能够在暑假之前，我们能够在白天的来客数能够超过30组。那对于我来讲呢，其实创业就是一个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只能用尽全力的奔跑下去。被困在一个万恶的武器公司里面，我们现在要把它逃出去。什么东西啊？我不懂要怎么用？钥匙上面有标号啊。钥匙？对啊。哦，你好厉害哦！可以出去了，耶！这样可以感应。再转一下。真的假的？好酷哦！也按多年，先是行一种空间设计游戏。简单来讲，它是利用装潢布置、土器设计、电光引号，做出一种特殊的情景气氛，分场打造，一步一步调热游戏度。既可以游戏地位设计的谜题关卡，且能完成任务，创出过关的趣味。这种游戏可爱参加的人，逃离在这间房，也是密闭的空间，无所做，没事这样。我们团队是因缘际会啦，因为在去年1月的时候，我们就是获选为科技部选送矽谷的团队的培训这样子。那在培训过程中，因为刚好
我们之前的团队成员也喜欢玩密室逃脱嘛，那矽谷那边是密室逃脱的起源地，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那边体验过之后，觉得说，其实可以把一些新奇的东西，如果看在台湾这边能不能把它做起来，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大概在2月多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想说，自己来打造一间与众不同的一个密室这样子。那大部分的密室就是 focus 在解谜跟机关，我会希望说再加入更多的一些新颖的科技，或者说我们自己专长的一些声音讯号处理的部分，能够更与众的不同这样子。按错。不是空号啊，你有没有按照它的说明使用方式？开了，开了，哇，真的，哇，开了。一间按做城市 TV 嘅密室照明游戏，就喺台北市中心起点7號。故事嘅設定係一個像係人設劇情嘅遊戲，一群有一身好本地嘅 TV 運用嘅喺短嘅時間內，一路過關，主動一場關係世界毀滅嘅問題。密室一推出，面試上嚟千多玩家來體驗。这张纸要干嘛？都是书行。你们要看一下这个啊，这里有一叠。哦，这种游戏我就受不了。你才刚开始玩，不到20分鐘吧？嘅印尼一間密室嘅 Meridian 團隊，上來係用嚟主持嘅呢。Our solution is design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Meridian's solution saves lives simply by detecting inside the driver's body. Meridian 公司嘅成立係喺今年老盤稱喺2014年參加科技部矽谷科技創業培訓計劃，竟然佢哋開發出方向盤皮套，利用監測技術，駕駛員是愛數判定方向盤，就自己會開模。一方面，本 Meridian 團隊受到注意，因而未開始參加各種創新創業嘅比賽，創業之路就咁樣開始咧。现在开始介绍我的项目。我的项目是一个 Monica， 它是一个智慧行车的一个安全解决方案。像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预防、杜绝这一类事情的发生。那因为他们的车队非常的庞大，可是如果一造成这些事故的话，可以看到他们的像是车险的投保啊、赔偿等。經過各式各樣嘅比賽，一群有台泰、陽明、正泰、正氣來嘅團隊，佢哋嘅密室當模共用，所有嘅機關設計，做得講都係團員自家嚟做嘅。我们那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大概在2月讨论的1个月之后，就大概定型了。那后来的话，就是一些机关的研发跟机关怎么样把这些机关融入在这些故事当中。找到地点大概是在5、6月的时候，那我们也花了大概快2个月的时间，把所有的故事啊，把一些这些机关啊，然后谜题，这整个都是跟故事就是包装在一起这样子，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一间这个绅士特务的这个密室逃脱这样。对啊，对，会设计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个，我们可以也许可以透过这个摄像头藏一些讯息在某一些空间里，然后我们密室逃脱其实是比较像是以就是娱乐的角度来出发，那我们希望就是让大家能够碰到从来没有碰过的道具。然后带大家惊喜，然后就希望大家玩完了会觉得说，这些密室跟其他密室不一样。其实我们有时候都是神来一笔，会有一些点子这样子。那最主要是我们会从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小困难来去出发，也可以把我们就是我们发明的一些好玩的东西结合到这个密室逃脱里面。那一方面是推广，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测试我们的东西到底可用性多高这样子。假如我们很多人一起去碰它，然后可以让最后面那个人让日光灯发光嘛。像它这样子就是一个回路这样导电，然后倒下来。哦。那如果我先碰这边的话，电就从这边先导过去。所以你在玻璃上。第三個機關嘅段時間，工作室就會記到嘅屋下，密室頭三個機關，按部頭就直接鎖喺現場。苗兒負責技術研發，先強嘅係下場師，對佢來講。發明出好嘅東西，就做得對世界有幫助。啲團隊度，佢總係做得撈一條新科技嘅產品，用夾到密室遊戲度。就是你這樣子帶着，你就可以體驗3D 的一些情境。然後我們之後密室啊，我們希望能夠用這個眼鏡來做一些密室的結合。比如說你在解謎的時候，可以讓使用者戴上這個虛擬實境眼鏡，讓他跑到一個虛擬的空間裡面，然後進行一些解謎的動作。
然后配合我们的关卡，可以让使用者就是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为什么一直看到猫的讯息啊？还好哎。结束了。你不害怕？你好勇敢哦。哇塞！哎，这是什么？我看他们会走啊！是怎样？看同样，他们看同样的哦，反差这么大。对啊。大部分人，大家听到创业都会觉得，哇，好 fancy 哦，这种东西很酷，你自己当老板，你这样感觉很有前景，以后都靠你的。大家都会讲这种屁话，就是，哎呀，当老板以后赚钱记得分我啊。可是你实际加入之后，你才会发现说，所有东西都不是像你当初一开始以为的那么光鲜亮丽。那创业的话，其实讲直接一点，你自己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能力的话，这根本就是走不下去的。密室的营业模式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做好这个东西，然后可以吸收到客源，就可以赚钱了。可严格来讲说，其实我开始对密室一窍不通。然后我们的团队的伙伴啊，有几个人真的非常喜欢玩密室，所以说我们想说，现在他们也有兴趣。然后在密室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设计一些机关，然后顺便帮我们自己的所学去做一些实践。所以说我们想说，密室的门槛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或许我们可以试试看。其实我觉得能走到这个地步，其实有点觉得自己也蛮有点不可思议的啦。因为其实当初就只是一个冲动，然后就说要做这个试试看这样，是好是坏不知道，因为当初就只抱着说一个冲动，然后大家一起做，然后或许会成功不成功，但至少是一个经验这样。总共一支美式照明一种创业模式，对 Meridian 团员来讲，是一种老自家学嘅东西发挥出来，透過建立一個公司，本自身善於一條淺難嘅學術理論，脱離實驗室，還個運用啲現實嘅社會地位。不過創業是冇硬改，引入到按競爭嘅商業市場，遇到嘅考驗就係淺現實嘅，也咪係團員而引起咩嘅問題。很现实的就是，每个月它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支出嘛，像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的场地跟别人比较起来就是非常的宽敞，非常的大，那total也大概40几平这样，那每个月支出也大概也要4、5万，还有包含电费啊、网路费等等的这样。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原始股东，大家有讲好就是说，大家来帮忙就是先不知心，很多新创公司都是这样嘛，就是可能拿一些钱可以去做多一点的研发，跟做多一点的事情。也是因为这样，就是说白天的人比较少，所以就是这方面比较困扰。比较差的状况是可能1个月才没几组嘛，那其实你每个月的固定支出也是蛮多的，最惨也有4、5组吧，大概收入可能只有3、4万。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就是这阵子的营运的状况，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些想法，等一下也可以提出来。然后主要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表单啦，预约的场次多半会集中在6日的整天，然后还有这个平日就是1到5的晚上。那其实这个时间看起来是就是只要是假日或者晚上，其实都客人都蛮多的这样，但是平日的这个时间都是空在这边的，所以其实场地的利用率就很低嘛，因为其实平日的白天这些场地空的，我们就也没有办法拿去做其他事情，所以现在今天想说提出这个问题，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说怎么解决就是平日白天没有场次的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自由提出，如果说有什么意见的话，嘿嘿嘿。其实我是觉得啦，像我觉得这个小模就好漂亮，这个他是拍过 MV 的，他们可能要办活动也要想了老半天，不知道去哪里办，说不定我们跟他结合会还蛮好的。所以可以提供他们曝光的。对啊，我们也提供他们场地，对吧？然后也帮他们想好整个流程，他也不用担心怕那个活动的时候会很干什么。然后你又可以认识小模。对啊。哎，是以前认识小模。哇，好好啊，到时候分我几个电话。我们基本上每周会开一次会，那我们主要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会先
follow 一下上周所有的进度，然后先检讨问题，再来是有看有什么新的想法。领导整个会议的主要角色是任恩嘛，那他会主要先跟大家 brief 一下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然后来丢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做发想。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有工程背景，所以其实主要发想的反而是大家自己自身经历上，他可能会去接触到的别的东西，比如说那有些人可能平常喜欢看一些粉丝专页啊，他就会知道说那现在最红的人是谁这样。对，所以其实在发想部分，我们就是让大家去依照自己的专才或是他听闻的东西去做发想。通常啦，我们第一次如果是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解决，第一次都会比较发散的去想。像我们刚刚其实有点像是我抓准了几个方向，但是还没有很确定可行性。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确定这些方向，我们分派人力去针对这些议题去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那当我们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规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说，那哪些地方可能不是很可行，我们是要怎么修改，或是说干脆就把这个专案放弃掉。比较以专案式，就是说，比如说小模就是这一组主要在 run， 然后可能企业主要是这组在 run， 那我跟任任就会去做一个比较整合跟就是统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今天开始上课哦，然后今天我们主要在上的就是那个乐高的 EV3的这个机器人。那其实可以看到说这两个马达它是因为它是比较大的马达，所以它的让这个机器人就是说维持平衡啊，就是让它不要倒地这样子。暑假期間 ，Meridian 除咗經營美食以外，還有另外一項任務，佢就係教小朋友教樂高機器人。樂高機器人係一種針對12歲以上嘅成人也係大人教嘅教育玩具。佢攞傳統嘅樂高積木共用，學生人都做得自由發揮創意，做出各種模型。韓國冇共用嘅係，還做得自家下嘗試，本機器人聽通起來哦。其實我們的團隊就是比較多是研發背景的，像是有的理工科或者資工的人，所以就變成說我們在寫程式這一塊就是比較在行。那為什麼家長會願意要讓小朋友來玩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樂高機器人這個就是有點像是從小就幫你打基礎。如果你未來要走像是理科的路線的話，它有一些邏輯的一些分析，然後簡單的程式的轉現。因為其實現在寫程式很行嘛，像資工啊這些科系的，其實所以他們希望他們能夠從小就開始學習，從小就開始規劃。一下係博士生嘅演員，就利用暑假嘅時間來教小朋友，一項業務做得幾個美食，平常時銀行唔拉嘅問題，做得好好利用空間。不過學理工嘅佢上到還較創業哦。對，密室逃脫可以看得出來，就裡面的關卡除了機關以外，還有一些各個領域的一些解題嘛，像地理啊、數學啊，甚至是可能理化這部分嘛。那本來這些東西可能在課堂上也是都是一些很死板的東西，可是我們如何在一個遊戲當中做一個學習，我覺得其實這個也是我們一直想要努力的一個方向啊。接下来我们要介紹的呢是 Meridian，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他們。直接開始。好，大家好，我們是 Meridian， 我們是實境遊戲的開發商。實境遊戲最大宗的呢就是密室逃脫，一群人會關在充滿電玩機關的密室進行解謎，然後逃離這個房間。根據統計呢，台灣去年 Meridian 也幾陣嘢都嚟參加科技鋪盤嘅創新創業計劃，今本日係報告成果嘅日咧。一下啲台灣報告嘅係演員俾到一百嘅計劃簽來嘅玉田。韓國美食照明實境遊戲真經想到千多人嘅注意咧。這個計劃呢，它是主要是要扶持就是台灣的一些新創公司，那來參加他們的培訓跟比賽會有一筆獎金這樣子。那因為我們已經入選了前20強，那這個天使的媒合會主要就是要讓這20個團隊就 demo 他們的產品。那可以看到說現在其實擺了很多產品嘛，那主要的來參加人呢，都會是一些像是公司裡面的像是投資的部門，或者說一些天使投資人之類，或者說有一些口袋很有錢的阿伯，這樣對，口袋很有錢的阿伯，就是來看看說這他對哪一個產品有興趣。
那他可能会来可能出一些资金来帮助这些新创团队继续 run 下去之类的。自己本身是有被大概3、4家公司就是请过去，就是募资规划这样子，但是没有真正拿到钱。哈哈哈，对。然后有报告就有机会嘛，对不对？最后，我们是来自台湾大学的硕博士生，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专利的申请，那也获得了台湾今年的第1笔资金。希望呢，我们未来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让我们去做台湾其他地方还有大陆的拓点，并且呢，可以将我们的新颖产品可以结合到密室里面做技术的授权，然后并且增加更多的 UX 的合作厂商。我们是 Meridian， 我们是实境游戏的开发商，谢谢。那其实大部分现在市面上密室逃脱游戏都是逻辑解谜啊，或者是一些科技机关的体验。那我们在其中呢，会有再结合说，因为我们自己开发背景，所以有生理观测手环跟一个 VR 互动的关卡这样子在里面。它其实可以侦测说玩家他在破关解谜的时候，他的生理反应。因为其实这些比赛的话，最重要的其实是需要去思考，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有前瞻性的，所以你自己本身也要去做一些调查，是说这样的话你怎么去跟人家区隔？那你自己也需要自己问自己说，为什么如果我今天是投资人，或者是说我是评审的话，我为什么要去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够好，我可以让你晋级，或者我投钱进去？所以其实在来参加这种比赛或者在呈现的时候，自己都要跟自己内心对话，说，我要怎么说服别人？我要怎么去讲？人家会觉得说，这更有趣，或者更觉得说这是真的可行的东西。其实我们的摊位就是在这1个小时之内，就是其实摊位都会蛮多人来询问的。现在就是有点像是帮我们就是曝光啊，就是说他们除了来问这些产品以外，我们也会说，不然我们下次就来预约好了。他们就会来预约说大概什么时候要来玩，先来体验看看。毕竟有了好的体验之后，可能才会有后续更多合作的机会。对啊。對伊們來講，參加創業競賽唔但淨係俾到拿獎金，佢們要打通人脈，吸收新人客嘅作用。啲現場嘅搭上人都係伊們未來嘅人客，也係一個很好嘅舞台。上擺團隊會議結束過後，宣傳抒發係一個需要改善嘅問題。Nathan 講了一個唔會諗嘅想法。佢老用路向有名嘅model合作辦一個粉絲見面會，用model嘅影響力來提高平常人嘅業績，要透過遊戲來強 model 和粉絲之間嘅關係。歡迎大家來到 Nina 的這個粉絲見面會啦。那相信在座大家都是很喜歡 Nina 的粉絲們，對不對？對。好 ，OK，歡迎大家來到她的這個粉絲的見面會。那我們等一下會有一系列的活動。那其實今天最主要的活動就是我們要跟 Nina 一起體驗密室逃脫，對不對？那你們呢要盡全力的在裡面保護 Nina， 不要讓她被謎題嚇到，或者她有一些尖叫，你們千萬要保護她，是她的龍騎士 ，OK 嗎？對對。有人出來怎樣嚇她，是不是？沒問題，沒問題。可是我覺得你們比較可怕，沒有啊，開玩笑 ，OK。對，來，你稍等一下。好，來。我們覺得這些東西大家玩過之後反應回饋不錯，可是莫名其妙的這種東西，好像它的曝光宣傳好像永遠都不夠。我們有試過說在 Facebook 上買廣告，又或者是說在比較多人的論壇上，就比如說 PT 上面發文跟大家講，可是這其實都發現我們的效果有限，所以我們就想說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借力使力，就比如說讓一些本身他講話就比較有號召力的人來去幫我們講，幫我們宣傳。你們倆不要擋路了哦！黃色是一個 T， 黃色要組成一個 T。漂亮的女生、帥氣的男生，這些模特兒，他們本身就會有很多的粉絲。那他們這些粉絲呢，也會很忠實的去觀察，說他們發的文、他們說的東西。那大家會覺得想要他們推薦的，就會想去追尋。那我們以此為發想，就是說，他的粉絲數很多，有10幾萬的，也有20幾萬的。那這些人都是可以讓我們去當的一個某種程度的樁腳。那我們去跟他們談合作，因為他們一定也會有一些需求，說，他們想要跟他們的粉絲有進一步的互動。第一個，對，要看一下裡面，這邊。
你有跟医生。不是，我一定要开门的声音。哎，哇，西安就会这个哇！小心要不要踩东西啊？来，赶快，小心哦！要开始之前会有一段故事，那我觉得那个设计的非常的有趣，有点像是间谍一样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还蛮就是特别的吧，因为自己就是角色扮演，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创造出来的这个空间，然后玩游戏。那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密室逃脱的方式，可能就是可以跟粉丝更多的互动，尤其是1个小时内全部都是在一个环境下，然后去解谜。我想这样子会更亲近，也会更了解彼此情谊。女神。就是有一起想要逃离或者玩游戏一起逃离这边的感觉，然后就是可以看就是女神，然后在解题的时候这些反应，觉得很有趣，然后觉得女生很聪明，就是没有说像一般就是看到的就是很笨的感觉，更爱她了。老一般嘅粉丝见面会冇共样哦，透过密室游戏，本偶像老粉丝之间做得做群体里嘅接触。呢一擺嘅發通結束過後，以免老盤車上一本認識清楚嘅方法看一下。哎，大小。哎，不是他，是他。哎，女生会喜欢这样的界面吗？不喜欢。啊，不喜欢？直接马上秒。真的哦。可是这种比较便宜耶，面该，妈妈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带着，然后吹蜡烛这样。会一直教到你。那我要怎么讲？哦，这样带着好了。我真的觉得很 Q 啊。那你要许3个愿。第一个愿望，这样你们就让我把愿望都用在公司。可以留3个对啊，你可以留。好啦，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记得我们一起创业的这个整个过程。然后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很扎实的走下去，然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算不管你后来还没有在这个队伍，大家都要就是记得这段情谊，然后对，然后希望大家很好的发展。好。凤凤嘅願望看起來淺色，不過對特色創業嘅人來講，實係淺色彩嘅。創業係一條漫極辛苦又長洋洋嘅看唔到面嘅路，路程當中還做得尋到幾個向下相互通識、向下捱過難關嘅好朋友，真件千無簡單。好像要送他哦。然後那個我們因為他出社會，我們有準備一份禮物送他，就是這個1.5 TB 的非常大的這個硬碟。USB 3.0。對。所以意思就是說呢，他以後公司很多資料，他越來越多，然後他把它放到這裡面，他可以放很多在裡面。啊，送給你。應該看着很大哦。超大。暑假2022過題咧，上班飛2度，那等講嚟就冇享有行業見面嘅想法，將喺前面嘅足球店嚟講合作。條價係2月佢哋幾多年以前是搞過 Meridian 嘅 sensitive message 這樣遊戲，一擺嘅見面就係想去討論兩隻冇享有形態嘅遊戲產業，咁有可能有合作嘅機會。之前就是非常謝謝來到我們的密室逃脫，可是我們是想說。就是為了想要，就是吸取不同的客源，因為就是密室逃脫都是跟桌遊同樣，都是解謎的性質嘛。覺得異業結盟這個領域，我們是想想看說，還有哪些同類性質但是不互相衝突的異業，然後是希望說以不同的合作方式增加雙方的客源，讓雙方有一個互惠的形式。所以我們就想到《靈秘小姐的秘密基地》，然後他
他们的玩家也蛮多，然后想说这样的玩家，我们这边的玩家其实都是喜欢动脑的领域，所以这样子互相结合应该会有对双方有很大的帮助。我可以描述吗？不行讲话。哦，不能讲话。拖车。厨师？哎，不是哎，哇，这最高纪录是多久就猜到？有人3秒就猜。3秒？对，我们应该是3天吧。我又模糊了。多啦。我想看还有什么表达方式？因为像我自己桌游跟密室都很喜欢嘛，然后店里面的客人他们也常常会想要找我去玩密室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很相关的一个产业。像我们玩桌游的时候，客人会比较固定，因为我们会习惯说在同一个桌游店里面一直玩，就是都去同一家店。可是呢，像玩密室的人就不一样，因为他们会去很多不同的密室，就是每一间都只能玩1次嘛，所以就会流动率会比较高。那你觉得会是谁赚到啊？我觉得基本上2边都会赚到啦，不然不会合作啊，对啊。这不就刚才？早晨结束了老桌游店讲合作嘅行程，下晝櫃台青年又到了一間愛兒補習班講合作。藍日學院係全台灣唯一一間結合了英文和家備教學嘅學院。學院嘅條架係團員Jason之前嘅英文先生對 Meridian 講出嚟革命嘅想法，知道動有意思。佢哋想要留英文教學、留美食照明做結合，亦係一個神奇嘅想法。唔過咁做會起來。他先到 A 企業去玩，然後第2小時到 B 企業去玩。其實密室的這個想法或者是這個 idea，我會覺得蠻有趣的，它會是個很有趣的一個 idea，因為它會需要很多的創意，需要把不同的創意集結在一起，然後變成一個遊戲，然後呈現到客人的面前。那這件事情不論是結合咖啡或者是結合英文課程，其實它都很容易讓它變得更有趣。所以以後成標比太高，因為畢竟就是現在創業就是要講求就是要新，就是台灣人就是很愛新鮮感，就是你要怎麼樣給他帶來新的東西，他才會去追求。在一個咖啡廳裡面，然後當這些結束之後，或許他們可以參與一個闖關的活動，像是密室逃脫這種闖關的活動這樣子。那藉由這個過程呢，會讓彼此更加認識嘛，或許可以把它跟密室活動結合起來。然後搭配新的一個元素出來，這樣子。其實創業是面對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而面對失敗、承受失敗，還能夠再站起來，這一股力量或者是這一段歷程，我覺得是年輕人，尤其是現在台灣的年輕人，他們很需要去經歷的。其實我還蠻看好他們的。只是，可能是因為這個團隊裡面，他們有太多外務在忙了。其實他們如果可以把力量再更集中一點的時候，我覺得他們的力氣會更像一把刀一樣，然後把這市場直接切出一個屬於他們的一個 market share 出來。今天主要是我们创新创业激励计划的，就是第2次评选。那他要从20队里面取10队这样。那其实他评选的内容大概就是6分钟的自己的报告，然后10分钟评审的 Q&A。所以我们其实之前的准备就会是我们会准备一个6分钟的 PPT。就是告诉评审说，我们这一个项目的一些商业的模式，或者是说一些 business 的另外一些 model 这样，然后就是说能够要说服评审说，告诉他们说，其实这个东西这个项目是可以商业化，然后很有价值的这样子。参加这个创业比赛的意义呢，其实最大的意义就是奖金，先有得到这笔奖金，就是可以来做更多初步的 prototype 的规划嘛。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可能是有一些业师的建议，当然就是说这些业师也许他的 background 就是蛮好的，也许认识了这些业师之后，他可以跟我们合作，就是人脉啦，就是参加比赛是最好得到的。第一个就是奖金，第二就是人脉。今本日係科技部辦嘅創新創業計劃天意集團嘅評選，一下 Meridian 已經係入到100比賽嘅前10強。
喺講做得晉級拿到獎金，就做得為公司加添一筆新的資金。對演員還有評審來講，也係一個很好嘅機會。大三人喺評選現場都知道有些緊張，本但當樂觀嘅演員，沒吃到有調嘅觀眾。天子媒合會那個，就是比較像宣傳自己，但這個會影響到晉級。哦。所以那個感覺不一樣，壓力不一樣。你看我們全員出動。一個算是遊戲這樣，一個算是比賽。對，就看他們買不買單。就看等一下的後續。你要跟評審後續發展哦，派出小鮮肉誘惑評審。其实评审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呢，纯粹只是想要解决这个密室的这个发展的瓶颈，就是说它客源没有那么多，市场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金额的这个上限可能就是会被限缩了。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自己的专长的部分怎么样能够应用在这个密室逃脱里面？是。你们是要解决所有密室经营密室逃脱这样经营者的困境。是没错。那有个问题呢，是到底要解决哪一个？不管是发点这个，你现在 battle 里你们这个团队要解决什么？这样讲好了，最主要就是密室，然后这些。評審對 Meridian 嘅 Q&A 睇起來一場無馬樂觀哦。其實今天看起來比賽就是這樣嘛，就是評審有5、6位，但是就是說每一個評審可能的他們的想法或者說他們的專業可能都不太一樣，想法跟我們剛剛報告的內容其實不太吻合，對，所以其實聽起來是還 OK 啦，但是就是有1、2個可能覺得就是聽起來就是可能不太理解我們在做的事情，對，但也沒關係，我們盡力就好了，對啊，因為其實這種其實怎麼講，比賽跟實際上的創業其實差別就是很大，因為其實這2、3年，我們也參加過很多比賽嘛，然後當然也有實質的創業，所以可能有的時候想法會太過於美好嘛，評審會設想一些問題，我們要回答它，但是其實有一些問題也不見得是真正我們在營運的時候會遇到的問題，所以其實但比賽就是這樣子，就是要說服他們，讓他們開心，你才有可能有晉級的機會。其實這個比賽的結果對於我們來講，只是額外的一筆收入啦。就是說，其實因為我們是真正在創業，而不是說只是參加比賽而已，所以其實真正的結果還是必須是我們在市場上面被這個客戶所能夠接受的接受程度嘛。所以其實這比賽只是給我們自己的一個類似磨練這樣子而已，對啊。但如果有得到獎金是更好啊，對。唐醫師，嗨，好久不見。是啊，最近如何？最近就是在用那個我的密室逃脱嘛，對，你上次有來看過啊，還有那個樂高機器人，對，上次有教弟弟那個，對，就是還陸陸續續在經營啊，對啊，你最近呢很忙還是很忙？就一些想要做一些建教合作的案子了。今本演員來到移民診所，唔係要本醫生看，係來講一個合作嘅。移民診所嘅唐醫生老演員係老朋友咧，佢想要開發一個做得本病人利用自家嘅數據，就做得檢測皮膚狀況嘅 app。不過醫生嘅專業搶有啲醫療風，為到老強嘅專業老科技做得結合，而親前面對嘅就係有生意背景又有研發能力嘅 Meridian。那我覺得現在的企業應該都是要有一種異業結合，用不同的思維去看另外一件事情，才會真的是有一個有創意的東西。那如果叫一個醫生做這件事，想必就是一板一眼，然後畫一個圖給大家看，然後最後可能消費者也看不懂啊。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要有不同的經驗，再回來看這個事情，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火花。他每次有什麼計劃，就會拿來給我看，跟我分享。那我覺得他們是有執行力，對我來說他們是有執行力的人，他真的可以寫出來，而且動作很快，頭腦也夠聰明。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先天條件就很好的一個團隊。那當然後面我覺得未來還是需要
很多实际经验，当然总会跌倒，有挫折。那我觉得在一个企业界，真的就是要把一个事业做起来，就是要有贵人帮忙。那也许我们这些就是可以给他一些专业的建议。我觉得其实在一个创业的路或是人生的路，其实就是需要很多人的帮忙，那就是要善用自己的资源。唐医生对 Meridian 团队都有信心，要向本期的机会合作。不過也係兩種無強弱嘅產業，日本醫院吃到為難，係講要歸心投入移民產業，開發 App， 也聽錯對經營模式會帶來影響。目前公司營運嘅情形來講，醫院撤退冇辦法顧好，佢搶咗得先一就來做。我会让他们20分钟的时间彼此认识，然后呢，你就会带他们像我们上那样，就是很自然的去分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要拉起有一条，麻烦放一些吉利的歌啊！今天我要嫁给你。我等下搜 YouTube 结婚族群那一类的。可以，就让他们有幸福 feel。根本 message 來了一群發牌嘅人客，佢哋有係愛聽數忙結婚嘅後生人天生嘅婚友紗，為咗提升平常人嘅業績。避免老盤稱上到 message 設計遊戲，同適合拿來聯誼，冇聽錯也係一個合作嘅機會。停電暑假就會結束咧，一種合作咁做得本 Meridian 快速完成目標咧。然後男生的資料稍等我一下啊，好，那各位同學很開心哦，今天我們念念未來跟我們的绅士特務呢可以合作，然後一起舉辦今天的聯誼活動。好，就是今天大家來呢，都是認識新朋友。我是今天的活動主持人 Coco， 那後面那位朋友呢，是我們今天的活動助理，我們的小薇，他是嚴選單身。我本來是嚴選單身，但是後來在念念未來嫁掉哦。有沒有？哎，嫉妒我啊！掌聲啊！好事好不好？很香。对，就看到喜歡的男生，就會說我照顧你，你有什麼需要我照顧你，我在你旁邊聊。其實也是各取所需啊，就是他們也是想找不一樣的聯誼方式，然後我們也希望擴展客源。就是密室逃脫啊，其實它可以讓很多人就是從一個陌生的環境，然後可以增進他互相的互動。所以說我們是希望說，聯誼他希望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不單單只是去外面唱歌或者喝咖啡。我們希望可以借由這種樂趣的方式，然後來增進人際互動的關係。這裡有一個手，一個手，那裡有手，後面有一個手啊！哎，我們一起摸，快點，一起，要接過去，接他的手，怎麼接？一人接一個，手碰手，一男一女，聯誼啊，其實不一定要大型的聯誼啊，可以透過一個小活動，一個緊密的空間，然後讓陌生人，然後借由這緊密的空間，可以產生一些微妙的感情。所以說，我們一開始就想到可以先跟聯誼的單位合作，然後也沒想到這樣的效果還不錯，然後也可以解決我們白天客源不足的問題。各位女生，只剩90秒，周圍有什麼？趕快看一下，前面箱子沒有，後面箱子有沒有什麼東西？趕快看一下，快點，炸彈要爆炸，炸彈要爆炸！快點，這還不是爆炸哦！恭喜公關它亮了，哇！你再摸一下，你就看到亮了，恭喜！你把那個紳士任務，他們其實感覺他們是很熱血的青年。那在剛剛的這個活動上，我們也感覺他們很用心在創造每一個機會給未婚男女。其實念念未來初期跟他們有點像，就是一群熱血的青年出來創立的，只是到後面開始穩健成立公司，讓公司規模制度下，讓它變成很穩定。今天的會員從活動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其實大家是玩得很愉快的，對。暑假忙結束，城市體育嘅平常人來合宿來到嚟三七組，廿一日來 Meridian 嘅團員搭3都千用心想辦法，公布欄當空加掉了一張相片，就表示佢哋引來迎接佢目標咧。
虽然10天嘅目標已經完成咧，不過依然老盤村做了一個衝太嘅決定。靠近一點啊，就是上面的還有一些沒有擦好啊。哦，好 ，OK。對啊，就是我們還是要把東西弄比較乾淨，還給人家比較好意思。好啊，好，之後我們再上油漆這樣子。對啊，最外面那個主就分開。虽然说这个密室有一个很好的 happy ending， 对，然后我们就是要把它就是在这个 happy ending 下就是结束掉，然后专心的去做这个后续的这一块。那其实我们这半年来，除了在经营密室这一块以外，也跟医美它有一个蛮长时间的一个讨论及配合这样。然后大家讨论的结果，是觉得说，也许我们应该要专心的朝这个新的这个商品开发，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然后也对新的这个产品很有兴趣，所以我们就决定朝这一块前进，然后密室这边就先停止这样子。你要拍这个脏脏，我到时候直接把这里敲。不想拍脏脏的，那就拍这个。我可以拍这个吗？好，2、3，再一张。不要打嗝啊！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系列。其实这种感伤是一定有的，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其实我们也是从空荡荡开始，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它就是建制完成的嘛。我们虽然感伤，但是还是要前进，所以其实如果在这些猜的这些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我们是欢笑中带有泪水，但其实因为我们团队就是这样，就是对啊，反正最后一刻了，我想哭哦，没有像一些什么潮牌。以免老盤村簽名線嘅同醫生合作開發醫美嘅數據 App， 也未表示sensitive 一件 message 要結束咧。不過 Meridian 接下來要面對嘅係比經營 message 有很多很大嘅挑戰，創業一條路，佢哋還得繼續行下去。我覺得台灣經濟越來越走下坡，就會走到幫歐美國家或是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因為他們有一些創新的想法，他們做了一些很棒的東西，然後你們就淪為就是幫人家做代工的這樣子的命運了嘛。所以我們其實一直在想說，要從我們這一代開始，就是能不能去翻轉這樣子的一個劣勢，所以我們團隊才會成立，對，然後才會走到現在的，對。